表哥啊，我们咋就快到？门有喊咩呀呢？来，必须门有喊多。那就早就肯定到的，你才想那么就好哈。我可以搞老久么久，咋就快到？我觉得是啥呢？我当初来注意，表哥，马上来咋把快到？怎么？哈哈哈！都必须了，可只好咋就快到？去不得穷吧？好，屋头，你妈都还不同学得皮，你都跟我动动，差到些多这样，你都跟妈同学聚会。那我都没啊，没事哦。妈早就看白你的好吧？那什么？哦，咋别？咋别好哈？白咋房么？多弄呢，就咋房呀？啊，那个多哦，你就证明带怕了，不可能喊那种请我好事情吧？咦，在他们楼那是掉了，但不得去过。表姐，同学聚会200块你个个。哎呀，我就不那个呀，我陪我们打工。该我你弄了，我都叫你弄。哎呀，多么深了嘛！而且没那给的，那给这样，谁没唱过？没唱过啊？谁也当没那宵夜？那宵夜这样，谁就当没开房？那开房，白月发过啊，就动嘛，就当没这边，不是嘛？我也在下手中，就弄到把他，就是怕冷人啊。咱就跟勇敢嘛。怎么意思？这都没有，这带都没有，这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咋说清楚哎？咋就肯定都没有？这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可你清楚都没有了。这必须能绝吧？蛋还蛋呢，表姐把咋就快到？我咋9块多啊？你咋表哥还买？这我还打快点点了，咋9块多个顶吧？都没带，这都没有。抖音。